上车的时候呢，会先教他先在原地练习。哦，眼睛看前面，肩膀放松，手肘弯曲，然后会告诉他这个是后轮刹车、前轮刹车，然后再练习说如何停车、回油，左手右手2只脚在下，先原地操作，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开始。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很容易会有挫折感，但在教练的指导下，给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通过那些关卡。停车再开那个标志很重要，就我们有些时候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停，但有些时候以为只要稍微减速没有人就直接过去，但实际上要完整停在那边，然后确认安全才能通过。最难是 U 字形的那个关卡，标志、标线还有号志，停车再开始指导，白虚线叫车道线，还有哪里要打方向灯，还有直线7秒平衡的重要性。交通部持续推动了考照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已经获得各界的肯定。那么几年下来，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那从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呢，我们可以发现到有训练的跟没有训练的，那么违规的部分呢，可以降低59%，肇事呢可以降低36%。那如果能够在考后再参加驾训2.0的这个道路训练，那么违规风险还可以再降低到64%，肇事的这个部分呢还可以降低到51%。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知道暑期是很多学校放暑假，很多年轻朋友们他们都要靠汽机车来。那但机车的部分尤其特别危险，因为机车是肉包铁。那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推动这个骑乘机车戴安全嘛，但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是合法的骑乘机车。什么叫合法的骑乘机车？你没有驾照就是不合法的骑乘机车。但事实上，它这个考试不管是笔试或是路考，都是对你将来在公路上、道路上行驶机车非常重要的一些专业的训练。好，但是有驾照、有戴安全帽，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那这样子下去3支箭下去，你就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8月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受到丹那市风台以及西南气流和大雨影响，台南市各区拢有止饮水灾情传出，引发外界质疑清污费用是毋是拢予用气排所在。对此，市府5号做出澄清，表示监察院报告当中明确指出，市府有投入补助亚都甲自筹预算来办理清污。监察院日前通过调查报告指出，台南市为2020年到2022年连续3冬向中央申请19件雨水下水道清污补助，总共核定8780万5千块，但市府却将补助款用伫咧102件工程，有违规定，被质疑有8成补助款无专款专用。对此，水利局长邱宗川表示，台南市实际清污费用大过中央补助金额，无可能去挪用。有一些误解，那我们特地来说明，为什么说有一些误解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清淤费用，实际的清淤费用是大于中央给我们的清淤费用，这个是最重要。也就是说，不可能挪用了，因为我们支出的费用已经大于中央给我们的费用，所以这个绝对是不可能挪用。第二个，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误解？我跟大家说明了哈。最主要是说，我们在呈报中央国土署，以前叫营建署啊，呈报营建署来争取经费的时候，因为我们台南市是一个辖区很辽阔，总共有37个区公所，如果要等每一个区公所的一起来的时候再来呈报的时候，是有困难的，因为清淤是重时效。什么叫重时效？就是说在洪水还没来临之前，就是灰汛期。就1月到4月底这一段期间，是我们清淤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来赶快来清淤。那如果我们1月份
报上去，如果不把握这个时间赶快报上去，等到它合下来的时候，说不定可能已经到年中，那时候已经可能是已经洪水都到了，像今年6、7月就开始有洪水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简化这个流程，我们就是赶快在这个要呈报这个中央的时候，我们就是以比如说我们市区里面这个比较近的这几个区公所来代表，但是这个是有依据就是说依据国土署颁的要点里面依据营建署颁的这个补助的清淤要点里面第24点嘛，应该是24点，14点第14点有写，就是说你这个中央的经费下来的时候你是可以来互相移用的，就是说这个经费你只要专款专用，不要用到别的项目去，那你是可以移用的。市府表示，台南市幅员广大，全市33个区公所甲水利局每年办理超过100件排水清污工程，部分工程因为发包时程、客户文件完成时间无同款，造成原提报核定工程，甲最后执行案件伫编号甲名称上出现差异。但实际执行内容拢是核定清污甲维护工程，绝对无挪为他用的情绪。水利局也依据中央主管机关指导修正，后续将落实资料一致性、数据汇报，确保制度甲事务接轨，行政效能再提升。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丰泰台南灾情相当严重，艺术家蒋勋无偿捐出书法作品《金刚经》来义卖，希望替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过好伫新营文化中心举行捐赠仪式，市长王伟摕回赠感谢状，感谢各界公司协力斗相共。展现艺文界甲企业温暖的力量，艺术家蒋勋捐出100金刚经来做义卖，由兴祥建设公司以60万的计小买落，同时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嘛捐款60万，总共120万的善款，将全部投入灾区修复甲重建工作。这个经不只是帮助我个人度过苦难，我觉得他最后有一个愿望是皆大欢喜。就是所有的众生应该过很好的日子，不要受到灾难的侵害，所以我也在上面加盖了“皆大欢喜”这个印章。在深耕台南的过程中，一定要支持这一次的灾后重建，希望呢可以支持蒋勋老师跟台南市政府来把大爱传出去。伫关键时刻以行动支持，希望会当抛砖引玉，互捐赠义卖更有意义。国和文化局特别举办捐赠仪式，市长王伟摕亲自出席，以颁发感谢状来感谢。谢谢合同跟新雄一起努力来为灾民，真的让我非常谢谢。而且蒋老师书写的《金刚经》，这是让正则人心、安定人心很重要的。所以非常谢谢。这场跨界合作捐款，唔但体现艺术甲公益的连结，同时彰显企业对在地关怀责任。2024年，伫水高社文化园区，嘛设立合同蒋勋书房，协助艺文推广，甲城市观光效益。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安南区公所安南旧酱园，互民众对这开始认捌台港文化。今年文化讲座更刷到大湾坝举办，用台南的bản地文化为主题，邀请民众一面听故事，一面品尝总铺师的手路菜，拍开古感来体验在地滋味。安南区公所延续安南旧酱园的系列，邀请文化作家张훈수所举办的系列讲堂，今年已经举办过4场，嘛因为热烈的回响，8月1号公所经加码刷到台南大安东百货，以台南bản地文化为主题，扩大邀请4位总铺师甲代表，要大家一面听文化故事，一面品尝总铺师手路菜。除了安南区最重要一寡迄个。用沙白鱼啦、红肠头啦，也是一寡讲迄个迄个相关的一寡海鲜的一寡食材以外那有做这一款我们台南各区的一些食材，那希望讲把我们台湾的台南的这个办桌文化推展给更多人知道。我们希望能够跨区办理，然后借由百货公司的人潮，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我们安南区的实力的所有的美食。
活动现场所有菜色除了色香味杂招，嘛拢充分运用安南区的农特产，邀请民众拍开五感，做伙家己台湾人熟悉佮怀念的在地板豆味。有咱海边的遮特色的物件，啊嘛有山顶的滋味，啊呈现这个较特殊的，啊嘛有这个团结意义。咱用咱的红葱头，用咱的板仔油吼，咱的在地的迄个猪仔的板仔油吼，来逼油出来了，啊用咱的红葱头来切切的了吼，啊来酥这个油饭。咱传承的观念就是讲吼，家己买食的物件吼，咱就是袂当互人客食，所以伊就是做坚持物件内底，就是拢爱用很轻的虾啊，落去包制。凤梨是我们用我们关庙的农产品，然后虾子也是我们安南区养殖的，那蚵仔也是台人的，所以今天它结合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咱在地。是咧讲堂愈办愈热烈，市长夫人嘛专工来见证，亲自感受安南就酱园，就对美食拍头阵，进一步认识板豆的总铺赛甲文化故事。最重要的是，透过好吃的东西吼，人讲吼，用你的舌尖来熟悉咱的安南区，用舌尖来了解咱安南区的文化，尤其是板豆的文化。是咧讲堂，不管敢是喝酒、甜红茶，公所的用心甲创意，一路行来，正希望观光客来台南，买当将安南区成为第一选择，拍开安南观光旅游的知名度。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入手拄到天赦日是转运的上好时机，大台南凌霄宝殿武良宫特别选伫即天，要来隆重举办祈福转运活动，陪伴信众迎接好运甲福气的来到。武良宫主委王大明表示，入手象征节气的转换，而天赦日则是上天赦罪甲保运的吉时，双吉日伫即天拄到，相当殊胜，是转危为安、保运纳财上好时机。农历的6月14，就是这个礼拜的拜四天赦日，佮适逢啊，咱6月2个天赦日，这处啊第2处，这显得有所之意，这足特殊、很殊胜的日子。为了这次上节天赦日，庙方特别制作了迷你版的天宝华盖，要来送予参与的信众。咱6月14，显得之意。就是来参加的信众，就是像照往的共款，爱来咱玄武上帝头前遮跋有杯，咱庙方就赠送这天宝华盖。顾名思义，这是咱的玉皇大天尊玄武上帝所赐的，就是跋着，就是意味着你请转到厝也好，还是放在车顶也好。时到就是众神大德，拢在这个华盖，你啊迎请华盖入体，爱入车来，拢会保庇你平安安呢。永康凌霄宝殿武良宫当年致力伫咧地方公益甲文化推广，不仅是地方信仰中心，更是社区凝聚的重要场域。因此，也互武良宫每次天赦日祈福活动，拢吸引真侪信众到场祈福。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文化局和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合作，出版以原台南七后所为主题的儿童绘本《伫关无仔的气象爷爷》，透过温暖的图画甲故事，带囡仔认捌台湾早期气象观测历史甲古迹建筑之美。伫1897年所兴建的原台南七后所，是日本时期台湾5大七后所之一。嘛是目前全世界保留较大的乌石原色圆塔建筑，因为相当特别，市府文化局和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合作，出版这本《伫关无仔的气象爷爷》绘本。那我觉得这本绘本的发表非常的好，包括我自己也是台南人，对于这本的这栋测候所的历史，其实也都是因为有参与的文字工作才知道的这么深邃。但是如果透过绘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管道，可以让我们的家长跟孩子透过这样的亲子共读，更能够了解台南在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台南测候所这一个渊源跟它的历史脉络，我觉得非常的棒。这个绘本呢，要来描述这一个
古迹的这个从无到有啦，它的种种等等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可以用比较平易近人的角度来做一个撰写跟绘画。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呢把这本书呢可以推广给这个所有的市民呐，或者所有的学子来讲，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故事透过阿公阿嬷带着孙仔，是伫家访制作巴东古迹，用轻松活泼的故事，带囡仔认捌制作充满时光记忆的重要遗址甲气象知识，包括着风力塔、气象机械以及迄当阵安怎预测天气的方法。8月13将举办亲子绘本分享会，邀请4岁以上的囡仔跟家长，是伫家访南台湾巴东气象历史建筑。台南新闻新闻陈宏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面对着 AI 机器人新技术甲趋势，成功大学甲民间团体头摆举办跨系跨年龄 AI 机器人暑期课程以及竞赛营队，对国小到研究生吸引300位学生来参加。由国立成功大学闽球运算学院甲着中华民国爱制造者学习协会合作，共同举办的 AI 机器人暑期课程，甲着竞赛的营队，5号上午伫个成大胜利校区万丰馆的演艺厅举行开幕式，包括万丰电子的董事长吴敏球、成大校长沈梦如、美商巨界节能公司的战略长，甲着成大智慧半导体甲应属学院的院长等。这位的师长拢出席，展现对科技营队的重视。在5、6年前，跟成大洽谈说成立这个敏球智慧运算学院。当初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成立以 computing 为主的一个学院，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达到跨院、跨系这样的一个学院呢，让同学们能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我想今天这个，据我了解，除了跨院、跨系、跨院以外，还有跨校，然后还有从大学一直到小朋友都来参与机器人。科技来自人性啊。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政治世界，你要知道你这个东西能不能符合政治世界，好不好用。其实你对人要很敬重、很尊敬，好，所以其实我还是要跟各位小朋友、大朋友讲说，今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感恩的心情。好，第二个感恩是说，从最近讲起，如果没有一群老师，包括成大的老师，还有包括甘敏君是清华的教授。还有其他各大学教授把这个东西把它堆积起来，很认真去把这东西活动设计起来，我们不可能聚在这里的。这间营队首次跨界跨年龄，对国小到研究生拢有大约300人参加。3天的课程将结合电机、机械、资讯、工业设计，甲着游戏设计等。伫个最后一天，还佫依照级别进行机器人的竞赛。另外，伫个会场外口，成大科教中心还佫设置了包括物理、化学等科学教育单位，提供与会人士甲着学员来做实验，感受着科技的趣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喷出来的研究。议员林美燕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等侪个爱心团体，共同举办寒暑假落雪活动免费营养午餐资助计划。今年头摆邀请受助亲子甲赞助单位共参，一方面互小朋友学习教育意义，另外嘛互家长了解背后也佫是有善心人士的关怀。议员林美燕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着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
长期举办寒暑假绿色活动、营养午餐的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连续11档。今年暑假对7月1号到8月29，总共44天，依照一天供应394个便当，经费大约超过120万。因此，上午结合真侪爱心团体，包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着国际西主会、各分区的主席甲着友会，共同邀请亲子做伙来共餐。一方面勉励学童。另外嘛，互家长了解，背后也是有真侪善心团体帮忙，甲的关怀。今天你有需要，很多的有爱心人士，我们一起来就是给你加油。那也期待你们要增加你们的实力，在这段时间好好的把功课做好。你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第一，把功课做好；第二，把身体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未来有长大以后，在社会有了成就以后，可以启智社会，就是必须要回馈在社会。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这一次的就是共餐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得到一些就是一些我们教育的意义存在。好，这样也让我们所有家长了解，我们这些都是一些爱心团员一起关心我们自己的小孩。那我感谢讲大家安尼在这一位吼。当然，大家拢爱共同安尼，个爱心人数也拢足济来支持安尼，会当甲这个会安尼做甲足好，一直用愈用，手愈大气安尼。谢谢大家。大家出瓜力，来看到这个囡仔，安尼快乐成长、快乐学习，嘛快乐的安尼，安尼看到伊，互因来看到咱的善举，安尼以后这个囡仔咧慢慢大汉，伊嘛会当安尼来迄个传承。咱对这个社会这个爱心啦，议员表示，今仔日的共餐不但有加菜，另外还有餐饮业者赞助饮料，而且共餐的费用拢是师兄师姐来提供，并不是对专户来支出。现场除了赞助单位甲着亲子共餐，另外市府教育局甲着社会局嘛派员来出席，并且颁发感谢状，予每一个赞助单位。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公所北区就是因内游戏场计划第3座启用6家公园的私人樵夫高塔游戏场，首创采用童话故事串联北区特色公园，以绿野仙踪的角色为主角，予每一个公园拢有特殊的故事基地。绿野仙踪的故事角色之一，袭人樵夫化身成8米高的溜滑梯，放置在台南北区的这座6甲公园，斥资1500多万改造成特色游戏场。区公所特别邀请小北里居民一同开箱体验。这也是我年纪来我最大的愿望。依家 AI 拢3岁以下呢，现在呢已经都可以，年纪比较高一点都可以，年纪比较高一点都可以使用到。里长特别装扮成真人版袭人樵夫，和现场小朋友做互动，还有爱心许愿墙，可以写下心中的愿望，象征让爱得惜。这也是台南市首创采用童话故事串联特色公园，其中还有一个稻草人是在我们的小康公园小康特色游戏场。那另外一个它的主人物主角呢是我们的狮子，就在我们的元昌的一个特色游戏场。那目前都已经完工，那也会在近期来一个开箱。北区公所向国土署争取到5000万经费，打造10座特色公园，目前已经启用3座，剩余的都已经完工或在施工当中。以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目标，邀请亲子家庭一起来北区的公园放电。记者宋海棠的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阿妈你好。
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五增五保庇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你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
可以通过统一超商